大家好，歡迎收聽國際觀察站嘅節目，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阿 K。都相信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冇同大家去錄節目啦，咁樣今日都翻嚟同大家講下近期究竟國際上面發生緊啲咩大事呢？咁樣相信呢好多嘅朋友仔啦都有留意㗎啦，亦都有睇啦，就係4年一屆嘅世界盃咁樣。依家已經我諗錄節目嘅時候已經踢晒32強啦，亦都到16強嘅咁樣。今日嚟講呢，就同大家重點講下一支亞洲球隊啦。就講下南韓國家隊。佢哋喺今屆世界盃入面以1勝2負一個好慘淡嘅戰績羞恥出局啦，咁樣無緣32強嘅，寫下咗近30年嚟世界盃最差嘅成績。但係令到最嬲嘅就係唔係單單淨係輸波，而係發覺由總教練洪明甫由2024年上任開始，原來牽涉咗一堆貪污腐敗一啲嘅醜聞，亦都係引致出嚟。佢哋都好擔心就係點解明明手揸住一班好好嘅球員，被譽為呢個黃金一代，就係因為唔同嘅權力鬥爭而搞到佢哋成績咁差呢。咁樣。好啦，節目開始之前都希望各位啦可以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講低你哋嘅睇法嘅。最緊要啦，無論你喺邊個平台度聽，不論係 Apple Podcast 又好YouTube 又好，下面可以留言，亦都可以繼續講翻你哋嘅意見，亦都繼續最緊要 share 出去俾多啲朋友一齊去聽，都可以記住 like 我哋個 channel 啦，咁樣。如果依家呢，相信大家去到南韓首爾啦，甚至乎一啲嘅唔同嘅城市啦，咁樣或者便利店、餐廳都好啦，都好有機會會見到門口貼住一張比較搞笑嘅一個通告嘅，上面就係寫住呢個有啲類似意思，就係寫住本年度最唔受歡迎嘅人物就係洪明甫不得入內。咁一位曾經呢，就喺2002年帶領南韓隊踢入世界盃4強，被全國被譽為係神話級嘅一個神奇隊長，點解喺2026年嘅今日即係記住啦，踢呢一屆嘅世界盃入面啦，會搞到今時咁淪落到俾自己國家嘅鋪頭封殺佢啦，甚至乎佢收到好大量嘅跨國一啲死亡威脅啦，而被逼喺佢翻嚟韓國嘅時候，要由過百名全副武裝嘅警察包圍歡送呢。咁樣。嚟到我哋呢個國際觀察站嘅節目啦，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添嘅咁樣。就喺我諗大概都1個禮拜前度啦，喺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盃小組賽入面，南韓國家隊喺 A 組要對住呢個墨西哥啦、捷克同埋南非，最終淨係攞到1勝2負得3分嘅一個慘淡戰績。而喺決賽周入面首度擴軍至48隊嘅全新制度入面呢，其實南韓嘅最終整體排名係落咗喺34名嘅。先講下，成績都贏到一場啦，亦都攞到3分啦，係咪真係好差呢？其實呢，韓國嚟講今次呢，其實都算真係幾好彩，千運入面嚟講，捷克、南非其實整體實力上都唔算好犀利啦。而墨西哥雖然佢哋有主場之利，但其實南韓呢，相比其他亞洲國家啦，甚至乎其他嘅非洲國家啦，如果要飛去美洲嚟講，佢哋算係好近嘅。所以變相嚟講呢，其實佢哋喺休息或者叫做喺一個叫做安頓上面嚟講呢，其實係比較容易啲嘅。而再加上同組對手都唔算弱。另一方面啦，喺就算係爭呢個最佳第3名方面，因為已經擴展到去48隊嘅情況下面，其實多咗位置俾最佳第3名出現。所以其實當時大家好多球迷都覺得南韓應該可以去到呢個淘汰賽階段啦，又或者甚至可以行遠少少啦咁樣。但係喺今次最尾入面啦，最終嘅排名係落咗喺第34名啦，甚至乎亦都引致到一大堆嘅問題出現咗添嘅咁樣。南韓媒體其實當呢個成績出現咗之後咧，都紛紛好痛心疾首咁樣指出就係話，如果按照舊制32隊嘅標準嚟講，其實你今次嘅水準，甚至乎係連決賽周都唔值得入咁樣。佢哋都覺得啦，南韓係近30年嚟世界盃比賽上面一個最差嘅戰績。呢一場嘅慘敗其實瞬間係點起咗全國嘅怒火喎。大家都知道啦，當一點起咗怒火之後呢，就會發生呢個係一個國恥嚟㗎嘛。佢哋覺得咁樣。南韓舉國上下原本係對呢一屆世界盃係好有期望嘅，而且呢一屆嘅南韓隊嘅陣容簡稱係一個真係稱得上為最奢華，坐擁住孫興文啦、李國人啦、金敏哉呢一批效力。孫興文就依家喺美職踢波啦，但係之前一直都效力熱刺啦。李國人
踢緊巴黎聖日耳門啦，攞咗歐聯冠軍，攞咗好多嘅冠軍啦咁樣。今敏再喺拜仁慕尼黑，佢哋亦都有幾位係踢緊呢個歐洲頂級豪門嘅黃金一代，甚至乎都有啲踢緊德甲嘅一啲嘅中游球隊咁樣啦。結果竟然係連32強淘汰賽嘅邊都摸唔到啊！而喺最尾一場對陣南非生死戰入面，主教練洪明甫嘅戰術調動更加係呢個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啦，亦都真係令到當時好多球迷見到，以為佢想搞乜嘢呢咁樣。佢竟然令到做出咗一個令到全網崩潰嘅決定，喺一場咁關鍵嘅生死戰入面，佢將靈魂核心隊長，即係叫做稱之為亞洲球王嘅孫興慜咧，放咗喺後備席，直到下半場雙方仍然0-0，大家好僵持呢個局面，即係佢真係需要贏波嘅時候，佢先急急嘅將阿孫興慜換翻入嚟。咁但係最尾啦，亦都係南韓係以0-1輸咗俾南非。咁洪明甫就喺賽後記者會入面咧，仲好懶醒咁樣就駁斥啦，就話佢自己本身就係想等南非隊好攰嘅時候，就利用孫興慜進行一啲後發制人嘅突擊。但係呢一種係將世界級球星當為賭博嘅工具嘅時候咧，其實係完全脫離一個常理嘅戰術嘅豪賭嚟嘅。咁令到佢一出現呢個戰術，而佢再輸埋波之後呢，徹底咁樣點燃咗呢個南韓人嘅一啲熊熊烈火，對於佢嘅憎恨已經係爆發咗出嚟啦。咁南韓總統李在明呢，第一時間就喺社交媒體上面即刻發文啦，用詞都好硬朗嘅。佢怒轟呢一次係一場組織同埋人事上面嘅失敗，仲直言啦就係喂，比起能力，如果組織更加睇重，喂係咪自己人嘅拉黨結派考慮啦？又或者甚至乎，喂你正正就係因為呢，安排一啲冇能力嘅人嚟擔任指揮官，就係有呢啲後果啦咁樣。佢都講啦，喂，搞到今時今日就好顯而易見啦。呢一種冇辦法區分公私同埋將私利擺喺公益之前嘅荒謬人事安排呢，一定要去改變嘅。咁所以呢，佢更加承諾啦，就係會加速推動啦體育行政事務嘅全面改革。喂，咁但係啦，大眾嘅憤怒根本就唔單止係輸波，而係由呢名總教練由2024年上任開始，背後就牽扯住大韓足球協會極其醜陋嘅利益分贓同埋黑箱黑幕嘅。咁點解咁講呢？咁樣咁都我哋會講翻前少少，做翻幾年前佢哋嘅選舉開始啦。喂，我哋要理解南韓足球點解會爛到係真係咁腐敗呢？我哋必須睇一組數字先嘅。根據南韓媒體嘅最新報導，大韓足球協會每年掌握住高達1300億至1500億韓元，都即係接近大概我諗差唔多10億嘅港紙嘅巨額預算，其中有20% 係直接嚟自呢個政府部門嘅一啲國民稅金啦，而掌控住呢一批咁龐大體育資源嘅足協會長啦嚇，咁佢嘅家族背景咧就係好出名嘅現代汽車公司前會長嚟嘅。咁而喺南韓方面啦，喂，體育協會長期以往都係俾一啲叫做財閥勢力啦，同埋一啲足球選手出身嘅一啲派系去把持嘅。呢場風暴咧，咁其實咧就源頭要追溯到去2024年呢個揀呢個主教練嘅風波啦。當時足協旗下嘅戰力強化委員會咧，就負責揀國家隊嘅主教練啦。咁委員會咧通常就由11個足球界專業人士去組成嘅。原本委員會已經極力去物色咗3位好優秀嘅外籍教練啦，咁樣。咁其中一位咧就依家教緊加拿大國家隊嘅。咁另外2位都係好出名嘅一啲嘅教練嚟啦，咁樣。咁然後呢，當時呢，我記得咧睇新聞嘅時候咧，都已經講到話，大家都好期待㗎啦。好多南韓球迷都話對於呢幾位嘅人選都覺得哇好有期望喎咁樣。咁另外嗰2位呢，其中一位呢就係教呢個諾域治㗎啦。另外一位呢，就係教緊呢個全北現代汽車嘅總教練啦。咁溥爺。咁當時咧，大家聽到呢3位就覺得，都唔錯喎，都好似幾有希望喎咁樣啦。咁呢幾位外籍教練呢，當時對於南韓隊嚟講呢，都做咗啲好真係好一啲好令到好仔細嘅一啲戰術規劃啦，甚至乎連球隊居留訓練點樣將現代足球風格擺落去佢哋本土球隊嘅一啲報告都寫好晒，即係講緊係唔係單止淨係講緊教呢個南韓隊，甚至乎點樣去到要球會嚟配合呢？佢哋都準備好埋㗎啦已經。咁當時媒體同球迷都真係好期待，喂，國家隊可以迎嚟一個好高規格嘅一個國際化變革，甚至乎真係成個系統都改變。但係啦，當準備拍板嘅時候呢，戰力強化委員會嘅主任咧鄭海成突然間就俾到足協高層嘅排斥，就無奈要辭職。
隨後另外4名嘅委員都要跟埋一齊走啦。咁照道理嚟講，喂，委員會就應該要嗱臨去補選翻啦咁樣。咁但係足協會長呢，咁好突然跨部門指派咗一個唔屬於呢個委員會嘅一個技術發展委員長李林新呢，直接越權去管理翻去揀主教練嘅一個過程。咁佢一上台一巴掌就拍死晒所有外籍教練嘅揀人啦。嗱，佢嘅理由就好搞笑嘅，佢就宣稱外籍教練嘅理念呢同南韓風格唔夾。隨後啦，佢就喺完全冇經過委員會集體嘅共識入面呢，亦都冇經過正式面試嘅情況下面呢，就宣布啦，由10年前就帶隊慘敗過，飽受質疑嘅派系自己人洪明甫出任主教練。咁李林新當時就喺記者會好冷靜咁樣講啦，哇！甚至乎就話啦，喂，呢一個雖然係佢一個人嘅判斷，但其實呢，佢事先都打電話俾諮詢過委員會剩低嘅5位成員，大家都同意去做呢個決定，程序絕對合法，甚至乎呢，一啲法律部呢都話冇問題嘅咁樣。好啦，咁但係紙係點樣都包唔住火噶嘛。咁啊，定咗佢內定教練成為咗第2日之後呢，其中一位啱啱退役就轉做球評嘅委員會委員朴柱浩。呢位朴柱浩就踢過多蒙特嘅嗱，直接喺自己 YouTube channel 上面就進行一個好爆炸性嘅爆料啦咁樣。佢就對住鏡頭就好憤怒咁講啦，話喂，講笑咩？連我都睇到新聞先知道原來係洪明甫做咗總教練啊！過去5個月我哋開會根本就喺度做戲，入面有一大班委員係無條件去排斥外籍教練，只要明確提出外籍人選一定挑剔，根本就係出於私利同埋派系鬥爭。喂，咁當時一聽到委員咁講，咁啊足協高層即刻當時好嬲啦，甚至乎即刻喺官網度發聲明就鬧朴柱浩，喂，你係扭曲事實啊，成個過程你都誣蔑咗啊咁樣，甚至乎話要對住佢要採取一個法律行動。咁但係啦，正義雖然會遲到，咁但係呢都會到噶嘛咁樣。咁啊喺之後嘅南韓國會聽證會上面呢，共同民主黨有啲議員呢，直接公開咗當時李林新喺宣布內定第2日嘅拉嘢一個真實對話記錄入面呢，徹底拉低咗呢個足協嘅遮醜布啦。咁喺對話記錄顯示就係咩呢？喺內定記者會都已經完咗，新聞都出埋之後呢，李林新仲係半夜瘋狂咁樣 send 啲信息呢，去求其他委員啊，就話喂，我已經 send 咗信息啦，求下你哋打俾某啲記者啦，話你哋同意咗我做一個最終嘅決定，確認你已經同意就得㗎啦咁樣。甚至乎都講啦，喂，報道呢係會幫你匿名處理㗎咁樣。咁而嗰位俾人拉攏嘅委員呢，係直接回覆就係話，喂，咁啊，我既然係咁，你不如將我排出咗出去啦，唔好意思啦，因為我都係睇新聞先知呢件事，然後都話發生咗好多問題出現喎咁樣。呢一段信息一曝光，成個南韓都即刻好震驚。原來大家所謂嘅大家都同意，根本上就係焗大家上去3米煮成熟飯之後，足協就用一啲嘅權勢去逼佢哋去簽名補簽名啦，粉飾太平嘅。咁啊，於是呢，咁啊，大家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呢，就於是都確認就係喂，足協喺呢個任命洪明甫嘅時候呢，係違反咗內部規定，已經要正式要求對足協嘅會長啦，所有嘅有關人士呢，去一啲要去徹查啦咁樣嘅。咁但係呢，足協呢，隨後竟然提起呢個行政訴訟啦，同政府展開呢個法律攻防，仲申請停止執行呢個懲罰佢哋添。而呢一樣嘢亦都獲得咗呢個法院批准啦，繼續去互相去大家一啲處理一啲行政程序嘅咁樣。嗱，咁啊繼續講翻去到近排啦，咁啊去到世界盃提前慘敗啦，令到積壓咗2年嘅民怨係徹底大爆發。喺墨西哥大本營入面插到爆嘅洪明甫呢，喺迫於壓力入面呢，咁啊一定要開記者會啦，宣佈會辭職。仲話啦，喂，出局嘅責任完全喺我度，但係咧佢就喺現場俾人影到啦，就話佢即係插褲袋咁樣離場走啦，就好傲慢啦咁樣。根本再加埋咧，佢發言細節淨係講咗多謝而唔係講對唔住啦咁樣。咁大量嘅網民啦都插佢啦，就話佢冇誠意咁樣，更加令到大家都更加嬲。而喺網絡論壇方面咧，亦都開始出現咗一啲好極端嘅死亡威脅啦咁樣，甚至乎真係會對佢嘅人身安全造成不利啊咁樣。咁於是咧，足協歷史性咁樣取消咗原本回國一定會搞嘅一啲叫球迷見面儀式，最尾都冇做到啦咁樣。咁當洪明甫同埋部分嘅球員啦就喺6月30號咧抵達咗佢哋機場嘅入境大廳嘅時候咧，現場氣氛好緊張，相信大家喺網上面都睇到啲片。警方係緊急就喺入境現場咧部署咗超過100名防暴警察啦，拉埋啲警戒線啦，要隔開啲群眾。而但係問題係你間得到啲人就間唔到啲聲啊嘛，現場係充斥住大家嘅噓聲啦、嘅咒罵聲啦咁樣，甚至乎大家有啲人嗌啦，講緊係韓國足球已經死咗啦咁樣嘅一啲嘅口號出嚟啦咁樣，咁亦都有啲球迷係好嘗試衝破防線，希望係將掉一啲嘅
韓式麥芽糖啦，去俾阿洪明甫啦咁樣，因為咧即係希望係叫佢去類似真係挑釁佢啊，或者羞辱佢咁樣啦。咁啊，而上次咧洪明甫享受呢個待遇嘅時候咧，正正就喺10年前嘅2014年巴西世界盃出局，估唔到事隔10年，歷史又再次重演啦。短短2日之後咧，俾全國鬧到爆嘅洪明甫咧，佢咧就俾媒體目擊到佢喺深夜戴住頂帽啦，同埋好好嘅口罩啦，喺幾名黑衫嘅人員嘅秘密護送之下咧，就好似政治避難咁樣低調咁樣搭咗上飛機去咗呢個美國洛杉磯啦。面對登機口圍堵嘅記者咧，佢拒絕評論任何國會質詢，淨係留低咗一句啊，我自己都好無奈，喺國會嘅時候有好多嘢想講，但係最終都冇得講出嚟。咁啊，就我個人而言係覺得係有委屈嘅地方，但係總有一日會真相大白。最尾就消失咗喺海關關口，預計呢，咁佢都會喺長期海外逗留㗎啦咁樣。咁啊呢場風波呢，其實就遠遠都未完結嘅。咁啊文化體育觀光部嘅部長崔輝榮呢，就根據總統李在明嘅指示啦，已經正式着手籌組由內外部專家組成嘅最高規格調查委員會。嗱，將會對足協過去2年嘅公帑使用啦、黑箱任命展開高強度嘅2次全面徹查嘅。嗱，首爾警方更加打破咗2年嚟嘅沉默，正式表示就話積極推進一啲刑事調查，對於有人即係貪污腐敗啊，甚至乎有啲咩業務妨礙罪嘅一啲高層咧，展開全面嘅清算添嘅。咁啊另一方面啊，南韓國家足球隊嘅官方啦隊紅魔鬼咧，更加發表咗一啲好震撼嘅聲明啦，就聲言啊，就係喺侵蝕韓國足球嘅勢力被徹底清除之前呢，我哋將會動用一切嘅手段去持續去爭取去抗爭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啊，未知道佢哋會係做啲乜嘢嘅咁樣。咁喺呢一場橫跨咗2年嘅一個足壇醜聞話俾我哋聽，當你一個國家體育核心俾財閥勢力同埋派系利益長期綁架，內部行政程序淪為咗一啲特權階級嘅私產嘅時候呢，你連去揀一個主教練都要靠一啲跨部門去越權啦，事後要搞好多威逼啦，要大家保簽名去粉飾太平嘅時候呢，無論你手上面係有幾多個球王、幾多張好牌、幾多個超新星都好啦，你最終嘅代價都注定要喺全世界面前係輸到體無完膚。大家都見到今屆世界盃有好多嘅非洲球隊，佢哋好有驚喜。大家都見到佢哋好踢得好熱血。明明人哋嗰個陣容未必有咁華麗，但係點解都可以踢得到咁樣？相反，你今次南韓攞住咁多位外流球員，咁多位叫做亞洲球王，但係都搞到今時咁樣。我諗相信佢哋真係要好好反省一下。嗱，咁啊去到最尾啦，咁樣都想問下大家啦。喂，你覺得今次南韓警方究竟同埋文體部今次嘅強力介入，可唔可以真係徹查到大韓足協底下嘅一啲8年嘅積累咗落嚟嘅問題啦，甚至乎背後嘅財閥勢力會唔會真係可以因為今次徹查而去收斂一下呢？又或者真係可以撥亂反正呢？咁樣，定係真係希望可以真係好似洪明甫口中講句終有一日會真相大白呢？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不嬲，我都相信大家睇好多韓劇都知道，其實韓國不論係啲財閥勢力，佢哋係會係一個好有控制權啊，甚至乎喺韓國地位係好高嘅。咁我哋都要諗下，就係究竟係可唔可以真係可以完成到呢？咁樣。嗱，咁其實大家都睇到啦，就係由不斷係有好多嘅部門已經出聲啦，咁樣。咁呢，究竟係咪真係查得到呢？我哋仍然係未知之數。咁會繼續留意一下啦，咁樣。不過我都認為就係呢，如果你話真係短時間內已經決定好邊位人參選或者係邊個新嘅做主教練呢，我相信一定未必咁快。首先嘅就係一定會先處理咗足協會長或者某啲嘅負責人，佢哋一定要做咗改選先，然後先再可以去揀出一個新嘅主教練出嚟俾到南韓國家隊。咁另一方面啦，喺球員方面，我相信佢哋都慘嘅。始終大家準備咗4年，然後去睇呢個世界盃，亦都有部分球員可能真係隨時今季，例如孫興文咁樣，隨時係已經係最尾一屆去踢啦。如果下屆都已經係年紀好大，亦都可能退咗休，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好遺憾嚟嘅。咁我唯有只可以希望就係盡快揾到個真相出嚟啦，亦都希望真係佢哋國家嘅足球發展可以越嚟越好啦咁樣，亦都希望真係真係做翻一件啱嘅事，揾翻個真相出嚟，令到啲球迷會再次支持翻佢啦。因為其實足球你冇球迷係真係一文不值嘅。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有咩意見可以下面留言。最尾都講多次啦，記住
comment 啦、like 啦同埋 share 出去啦，亦都可以 subscribe 埋我哋一啲嘅 channel 嘅。好啦，咁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多謝晒。